安平树屋，德记洋行历史。1865年，安平这搭有设海关，正式开港，济西洋人嘛有来遮开洋行。1867年，英国德记洋行伫安平海头社遮设立，大部分在买卖鸦片、樟脑、纸糖等等，甲医记、好记、东兴、来记5间洋行互合作安平5大洋行。1895年，日本管理台湾了后，将鸦片、樟脑等等改做政府专卖，洋行就无啥生意通做，安平港嘛豆豆积沙，影响海运，所以洋行就差不多拢收起来啊，敢若剩德记阁有在做。1911年，安平遐的洋行差不多拢关起来了后，日本人甲改做盐业会社，战后阁改做台南盐场办公的所在。1979年，台南市政府甲德记洋行收倒转来，嘛甲修理好势，改做台湾开拓史料蜡像馆。2001年，树屋开放艺术家入来，分3期整理，成做台南市政府后壁埕的花园。